那么也邀请我们现场的贵宾，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台南市市长李梦燕理事长，也到我们的颁奖典礼现场的董事长，欢迎一些主办我们今天活动的主办单位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新闻及国际关系处的处长许淑芬许处长，欢迎处长。好，那也请处长呢上台为我们来说几句话，好不好？有请处长。市长各位以来导演还有咱遮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其实头拄仔看迄10个片10个影片，就好像在听10个故事一样。我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很期待这一个，在我们这个林老师还有一些整个团队的这一个的协助，还有我们所有来参加这一个影片竞赛的朋友的作品出来，我拢会期待讲，咱今年会当够看到无同款的故事。那台南市政府我们新闻处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我们每年来办这样子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意义对我来讲，是台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然后因为历史较长，咱这个都市内底，不管是咱本这的古城区，也是咱原来台南县的所在其实就多故事都在这个土地上，这个长长远远的，其实一直发展下去。可是因为没有人把它讲成故事，可能你看似平凡的，经由你们的影像，经由你们说故事的能力之后，出来就是一个一个杰出的故事。其实我看那个北欧丹那一片的时候，其实我是相当感动。那就是说，也有人会去照顾到那个阿嬷的心情，阿嬷的新春那其实每一片我都很感动。就是说，经由你们的贡献，让我们知道更多台南的故事，而且经由你们的编排、你们的设计、你们的音乐然后就是娓娓道来，或者是很热烈的跟我们讲一个台南在地的故事。我想这些故事只有你们，只有在台南，它才能够被看到，而且经由你们，让我们这些故事可以流传得更久。那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故事后面，其实都有一个精神，就像不想是西高迪那个蔡赏讲的，应该是那个艾玉斌那位先生讲的。其实这些东西是一种文化，一种尊重，甚至你在数那个鱼苗的时候，买卖的双方，就是那个撒把鱼苗还要用斧的，一个慢慢数，这就是我们台南的精神然后我们很认真、很尊重，把它当成一种信仰，然后去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更加的精彩。那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是要感谢大家，每年都来奉献我们这么多的故事，让我们这么的感动那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有80个团队来投件那也感谢各位老师的一些付出跟协助那我们这些80个作品，经过你们的评选，经过你们的协助之后，能够变成最后这10个今天入围的10个精彩的影片，在这里让我们来欣赏然后我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处长，谢谢。处长先入座好，那么接着也为大家来邀请到台南市市长李梦燕理事长上台为我们来说几句话请市长。